每一天，我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4，箴言28章26節安尼講：真濟喪香的，無地夠欠虧，總是定做無看見的，要濟濟受咒詛。三個來祈禱，哀願真濟喪香的，無定做無看見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歡喜賜福氣予人，予人得到富足，閣內面無摻雜憂苦的至權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慈悲憐憫人的天父，你顧念一切困苦喪香的人。主啊，願感謝你所賜予阮的恩典甲供應，予阮通滿有你同在的快樂甲幫助。主啊，你是疼痛的上帝，你用無盡的疼來疼阮，你也會阮安尼去疼人。主啊，求你開闊阮的心，予阮學你疼人的寬恕，來幫助欠虧的人。主啊，因為真濟喪香的，無地夠欠虧，總是定做無看見的，要濟濟受咒詛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